港人北上補牙新體，福田口岸行5分鐘就到維港口腔，成日受牙痛折磨，經朋友介紹試咗到深圳維港口腔補牙，點知方便到難以置信。我係由東鐵線九龍塘站搭去落馬洲，週末過關北上嘅人真係好多。維港口腔喺深圳同珠海總共有8間分院，但係福田口岸附近已經有3間。對我呢種鍾意行幾分鐘就到目的地嘅港人嚟講，真係超方便，唔使出關之後再轉車或者轉地鐵。我揀咗佢哋星啟苑，位置就喺福田口岸廣場入面。由福田口岸出關之後，行大概5分鐘左右就到福田口岸廣場。呢間鋪頭嘅麵包睇落都好吸引，價錢又合理。一入商場就已經見到維港口腔，等我食碗潮汕牛肉粿條先，真係好好味又抵食。入到佢哋診所，環境好舒服，前台接待嘅服務細節亦都好貼心。維港口腔係由香港人主理，佢哋好注重醫療質素。醫療團隊入邊有唔少牙醫係嚟自香港或者廣東本地嘅3甲醫院。佢哋執行嘅消毒標準好嚴格，同香港嘅私家診所一樣。影完牙片之後，醫生同我詳細講解咗我牙齒嘅問題，制定嘅治療方案亦都好清晰。補牙過程中，醫生手勢好輕柔又專業，用咗進口樹脂材料，成個過程幾乎冇痛感。我補咗一隻大牙，用咗佢哋100蚊睇牙優惠券，最後收費係280蚊。呢個價錢比喺香港平咗接近一半，而且維港口腔完全冇隱藏收費或者其他無謂消費。補完牙之後，醫生仲好細心咁送咗啲小禮品同講解咗術後要注意嘅事項。今次北上補牙嘅